小鬼，同埋男主角柯有倫 Alan。你好，係啦，我係淨係識講呢一句台語啊！嗱，呢個時候咧，先問一問身邊嘅導演啦嚇。好啦，導演，其實你想藉住陣頭呢一個作品咧，想表達啲乜嘢信息俾香港嘅觀眾咧？其實說很多都沒有意義。那我覺得，我只希望，我保證大家看完陣頭以後，我相信你們的嘴角會帶着笑意，你的眼角會帶着一滴眼淚。回到家，你們躺上床，眼睛閉起來，滿滿的都是陣頭的畫面。我只能夠做這樣的保證。好，謝謝大家。多謝晒導演。導演咧頭先就講啊，希望大家睇完陣頭之後咧，成個腦都係陣頭，跟住咧眼有少少濕，同埋咧嘴角大笑咧，咁就 very good 啦，係咪啊？係啊。好，接住嚟咧問下主角啊嚇，柯有倫先生 ，Alan。你係可以講廣東話㗎嘛？我可以。可以啊，係啊。好啦，作為男主角咧，其實陣頭呢個作品你睇完之後有啲乜嘢感覺咧？我自己係一定可以感動人，同埋會俾大家呢個好熱血嘅感覺。即係你譬如你想做啲乜嘢未去做嘅，你睇完陣頭之後咧，你一定會去做。係啊。同埋我知道呢個作品係講父子情嘅。父子情。咁拍嘅時候有冇掛住爸爸咧？肯定爸爸係每日都掛住嘅，到而家都仲係。真係好多謝導演，佢拋開一齊嚟拍陣頭呢部電影，俾我一次機會重新將啲心入邊有啲説話，俾爸爸講嘅，可以喺電影入邊講到出嚟。多謝你啊！我睇完嗰一幕我都係喊晒口嘅，帶紙巾入去睇陣頭好啦。